又係咁多長假期咧，又露營又去旅行，真係要介紹翻到近期嘅新寵呢個 ViewSonic 新嘅 M1 Max R。佢係品牌首次推出 1080p 內置電池同 Google TV 嘅邊櫃式投影機，機身輕巧，1kg 都唔到啊！佢呢一個3合1嘅支架咧，係一個鏡頭蓋可以保護到個鏡頭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坐地嘅支架嚟噶。佢內置藍牙喇叭，可以用手機 app 連接投影機嚟聽歌，聽歌效果真係好靚聲噶。畫面效能咧，大家都唔陌生噶，所以呢個都係吸引我買其中一個原因。自動對焦功能咧係超快噶，幾秒鐘咧就可以對到，而且咧係非常之準確啦，唔需要再人手再去校正。同俾你係呢個磁吸嘅殼。入邊咧係有充電頭啦，跟住咧仲有 Type C 頭，可以直接咧駁電話啦、Switch 啦，又或者電腦做一個好似 Mirroring 咁樣連線，直接就播噶啦。佢個界面咧係用 Google TV 嘅，所以一 log in 咧就已經好方便咧入到去自己嘅 account 啦。你都 default 咗咧 Netflix 啦、YouTube 啦、YouTube Music 啦、Disney 啦、Spotify、Apple TV 全部都有，好方便啊！機身內存有8GB，都用到4GB噶，抄定啲歌或者套戲喺露營嘅時候冇 net 都可以聽歌同睇戲啦。呢個支架設計咧，就算拎去旅行喺酒店房用都好方便噶。又或者咧你臥具唔想買大電視，但係又有電影院嘅效果，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 option 嚟噶。最正咧，佢真係可以直接駁電話，行 Type C。部機嘅投影效果真係好好啊，就算有日光，效果都好清楚。講咗咁多，係咪好正先？係咪好想要先？嗱，我幫大家攞咗一個好正嘅電視框啊！而家咧呢個優惠係限量噶，喺 ViewSonic 嗰度買呢個投影機，輸入優惠碼即刻減1000蚊啊！嗱，數量有限噶，要買就快啦！我同薯俾你繼續睇戲啦。想要優惠碼，留言M1 Max 啦。